離珠海大概900米嘅距離，而且係珠海1/2嘅房價。旁邊呢度咧係坦洲大道，2分鐘咧可以去到優越城啦、香洲啦、南屏啦、南灣啦呢4大商圈嘅。而且我哋附近咧有山姆會員店，7公里咧可以去到拱北口岸啦，可以快速咁上港珠澳大橋啦。我哋呢度咧係裕豐棉門，總共咧係60萬平方米嘅大城，總共分7期開發嘅。而家我哋第7期咧係精裝現樓，即買即入住嘅，所以無論我哋呢度咧係買嚟自己住，或者港澳居民，或者係喺港澳上班通勤，都係非常之方便嘅。小區嘅入住率咧高達83%嘅，已經有大量嘅業主入住咗啦。小區嘅居住氛圍咧係非常之成熟嘅。入到小區入邊咧，我哋可以睇到小區入邊有水景園林嘅景觀啦，綠化率係有35%嘅，樓間距咧都非常之闊嘅。小區入邊咧有8個球場啦，有籃球場啦、羽毛球場啦、乒乓球場，所以呢度嘅活動空間咧係非常之好嘅。小區入邊仲有兒童樂園啦，有環形嘅跑道啦，所以呢度居住氛圍是非常之好嘅。而家全新加推嘅係7期89到110平嘅3房到4房，戶型咧係非常之方正嘅，而且實用率達到100%以上。跟住我嘅鏡頭，我哋一齊睇下。好，我哋而家睇下88平嘅3房2廳2衛南北通嘅。入門呢度咧，我哋有贈送嘅呢個房間。平時可以做茶室啦，或者係儲物室都可以嘅，或者做個兒童房都冇問題。睇下呢個廳南北通，而且帶個落地窗，前邊呢邊咧可以睇到一個湖景嘅景觀，視野係非常之開闊嘅，冇遮擋嘅。睇下前邊呢度，而且係陽台係贈送嘅，即係而家做咗個落地窗。睇下呢邊南北通，廚房呢個而家做咗開放式嘅，開放式。所以取光呢方面咧係非常之好嘅，旁邊帶個生活陽台啦，大概有4個方島。睇下休息區呢邊，呢個房咧格局係非常之方正嘅。呢個房帶有飄窗啦，係贈送嘅飄窗。睇下主人房，主人房就非常之大啦，南北通，帶有衣帽間。衣帽間呢個位置咧，大概有8個方島嘅。睇下呢邊咧，視野都係冇遮擋嘅。呢個戶型咧，最主要一個亮點咧，佢就係戶型非常之方正，而且主人房、客廳都係做到南北通嘅。如果係對呢邊有興趣嘅話，隨時都可以評論區留言啦。